喺急速嘅城市節奏之下，便利成為咗關鍵詞。而快人一步嘅背後，係為自己留出更多時間，感受生活嘅精彩。由樂豐集團發展嘅 Upper Prince 位處九龍核心地段，步行到港鐵太子站僅需約半分鐘，同時又鄰近旺角東站，經東鐵線可直達羅湖或者落馬洲站，輕鬆來往港深兩地，響雙站三線便捷。項目對出嘅太子道西同埋彌敦道，更加係中環九龍嘅主要道路，有多條巴士、小巴路線途經，暢達各區。上海街同旺角維景酒店一帶，仲匯集咗眾多跨境直通巴，路網覆蓋大灣區，自由拓闊生活界限。Upper Prince 為單棟式住宅項目，提供139伙，戶型涵蓋開放式至3房，另設特色戶，實用面積介乎192至487平方尺，預料高層可見開揚市景，甚至連綿山巒，飽覽繁華都會萬象。項目設雙層住客會所，提供多元化設施，真正嘅便利唔淨只係交通出行，仲包攬埋生活嘅方方面面。項目鄰近旺角花墟，周邊民生商鋪林立，兼有始創中心、Moco 新世紀廣場同埋朗豪坊幾間大型商場環繞，購物玩樂超豐富，隨時玩轉潮流，試盡新晉美食。Upper Prince 所在嘅油尖旺區，囊括咗拔萃女書院、伊利沙伯中學同埋九龍華仁書院等多間名校，又鄰近城大、浸大兩間知名學府，教學資源優厚，再加上已落實嘅洗衣街、花墟道重建計劃，同埋已獲批嘅旺角全新大型商業地標項目，相信呢一區嘅未來發展勢必更上一層樓。Upper Prince落響城中繁華嘅優質居所，臻於便利，令生活更加鬆容。